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哩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哎呀，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粿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卤肉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然后安尼想吼，这是目前咱这个社会真通常的一种镜头啦。啊，这单位本身是医生啊，伫这方面的时候，伊接触到的还佫较多。啊，佫不管是这科学上，还是讲第一线的吼，医务人员的这类的吼。伊佫特别有一寡看法、想法伫即个所在，即嘛是伊诶小说内底吼，我都将真通常诶现实生活，甲带入去一个艺术诶创作内底。今仔日因大舅迄个树头啊，又过来啊，一蛇路遐尼远，按屏东来，讲好听是来看我，事实是要来看土地。伊甲因拢斗空好势啊，即嘛是共党诶。人讲食老才来留歹命，上届算袂好，实在是有影。这我即嘛家己甲经验起来，逐项拢知影。唉，少年迄时，一日拼一担汗，讨阿公骨头疼较直诶，佮艰苦规档，囡仔大汉，咱着出头天。迄时。大家拢是即款想法，但即马你甲看，生啊甲大头啊，生意做遐大，钱趁遐济，血啊食头路，无遐好康是有影，嘛是会过阵。主啊嫁了上好，翁仔某拢咧教册教补习，那伊讲诶，我好康咧，因拢定定转来，讲是来看我，事实是来看钱上土地啦。主啊，上介厉害，逐日来。主啊，唉，咱上怨叹。细汉时偌乖咧，上袂到，嫁了随便去。查某囝嫁出去，别人个啦，袂共心啊啦。即点桃啊，还戆戆毋知。迄时嫁妆，咱拢有照起工，手指大细骹、七八骹。因老母讲。查某囝一个尔，要嫁就嫁好好看，嫁珍珠嫁珍珠啦。连迄罐珍珠嘛捌互伊，欢喜就好啦。迄珍珠盘链嘛是桃啊，迄当时日本寄来诶，这无讲你毋知。灰仔细汉上交头路，不时咧捞鱼翁仔哥，讲是中鱼盐，蛮性诶。咱一日才趁30箍，因老母带伊去医生馆，就开始执，无法度，喙齿紧夹咧，借钱看医生，
尾啊，咱嘛是互伊读到大学毕业。因大舅啊，就是来看土地迄个树头啊，讲非啊谈着考，出来食一个死头路啊，无因阿兄遐好，我看嘛是有影啦。非啊，细汉上教头路，不是老耳翁仔哥讲是中耳炎慢性的教头路。教头路嘛，使讲教事使。头路到底有啥物意思？普通咱一般看到头路这两字，拢是职业、行业、家业，第二想到的是代志。俗谚语安尼讲紧行无好步，紧做无好头路。这头路就是代志。教头路，我拄有讲到，就是教事使。所以伫遮咱看。这个教头路毋是职业，是代志，代志足济啦吼。阿爹，阿爹，主啊，迄支喙上甜啦，入门着一句阿爹，两句阿爹，大大声叫互厝边听。阿爹，这移民的鸡卵糕你上爱，专工要转来互你食。我甲看，主啊，胭脂愈来抹愈厚。迄阿爸写是移民饼店无毋对，鸡卵糕毋是移民的，这咱食遮济冬啊，哪会食毋知？我拢缀点点无甲印，无迄个心，皆有心，咱心肝内知影就好，逐项话都讲会出嘴。阿爹，你有较好无？阿爹，你有做运动无？伊就是明知影咱骹手无好势。调底安尼问，我拢毋爱甲因，入门着甲因老母咪走骹，鸟鼠啊饲母饲贼，讲袂煞，惊我听着，那着咪，较咪我嘛有听着，一句一句伫耳孔边清清楚楚，见讲着是钱。阿爹，遐个钱找有无？家在哦，迄钱咱分几来位囥，我毋是戆人。嘿，真古怪！厝内见若囥现金，过顿工就无去，毋就是欠2万、欠3万，真厉害呢！连创伫便所嘛吵吵去。问因，无人要认，讲你家己囥甲袂记得，颠倒赖我，当我做戆人，我煞毋知。桃仔吱吱叫，不时伸一只手长长。现金摕出来。你遐个现金交互因去囥银行，较袂叛去。夭寿哦，你敢想会到？伊甲因共一党诶，即摆连家己诶某都互你袂信用得。桃仔吱吱叫，不时伸一只手长长，叫我现金摕出来。你遐个现金交互因去囥银行，较袂叛去。足水诶台语，这正讲是真正咱诶口语你若写一定甲拍毋记，一定照讲我读嘛是拍毋记，袂讲拍毋记拍去，拍毋记，伊就爱缩做拍毋记，若讲拍毋记，迄个佫无意变做拍毋去，所以合音词你真正若无用白话字，足歹表达诶。结局我甲想。我食老啊，因爱我的钱，无爱我的人啊。桃啊，不是甲我乱讲。你莫插，放互因囡仔去发咯就好。我煞毋知，逐项莫插，钱放互因上介好。因自起头就是即个拍算，所以我甲看，咱食老放米无要紧，就是钱上要紧。你想咧，性啊，大头啊。按台北来，血啊无用嘛按高雄来，猪啊无代无志，逐日来是来创啥？但即马连土地嘛要卖，一人一句话讨好好，讲囥土地算袂好。大头啊不是在约钱，我看是有咧博股票，毋敢讲。这土地咱绝对无卖，因仔我毋敢转，看因要安怎。嗨咯，怎安尼毋帮我煞？叫人来厝里监视我，讲有人爱钱爱到即落款，
啊，你敢捌看过？迄个查甫人裤大下大板的，一看就知毋是好人。假无伊坐遐看报纸，挂乌目镜，是要安怎看咧？我条工甲伊钱，伊就走去便所秘，问桃啊，迄是啥人？哪有啥人？哪会无？明明坐伫碰伊咧剥粉。哦，你莫乌白想啦。桃啊，等无看，我都毋是青眉讲，当我做老番颠，无路用哦。即马煞愈来愈凶，暗时入来我的房间，加在咱亲民半暝听到声醒起来，秘伫窗室内面咧讲话，用无线电咧联络。桃啊，等无听到，一直困，一直困。主啊，主啊！阿爹，啥物代志？我房间窗室内面有美人。美人？毋是啦，迄是鸟鼠在叫。蛇个吼，嘛合音啦，自安尼啦。蛇个，伊蛇个走伊，真正读册人才会讲自安尼，就是看字学的。啊，若实在咧讲，蛇个蛇，拢有人讲，所以伫遮蛇安尼，嘛人蛇，即个合音变化佫足济。蛇安尼，即摆煞愈来愈凶，暗时入来我的房间，加在咱亲民，半暝听到声醒起来，秘伫窗室内面伫讲话。用无线电伫联络，即个伫做同事、做事吼，伫创啥，在做什么？伫腔口差上少我收到的，我讲6种就好。伫、咧、伫、哩、的、了，安尼就足一种啊！所以即个虚词。台语上歹芳的是虚词，实词还佫好芳。虚词，咱人国话若甲迄个虚词摕掉，无味无素。啥物叫做亲民？可能较侪人讲亲民，亲民毋是亲民，来讲党民，甲中民佫无共哦。偏偏迄字，你若中民就是讲这人足爱困，党民就是困真入面。鸟鼠仔咧咬，哪想咧骗3岁囡仔咧？不时一只手插伫裤袋仔内底，毋是有炸底穿，就是底刀啊。乌道的兄弟一看就知，这真简单。大头仔做生意，甲因有往来，要叫来甲我吓惊好死，恐吓我，叫我当因啊、桃啊、甲猪啊做好人，等毋知。因仔我绝对无当，因要来甲我掠去，迄乌道的即马是逐项拢做会出来，毋通搁再前提。我有一个拍算，透早桃啊去市啊，伊秘伫便所等我调工禁药毋去放，因仔第日就出来，拄好后壁一只读骨死。嘿，阮将停车停车！请问先生要去倒？紧，较紧载我来去派出所。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哈？有人要抢我囡仔啦！你赶紧载我来去报案啦！这个龙啊吼，伊甲真侪老人，拢嘛共镜头。老人个安怎？大家小想者，不是哦，喙里细细念啦。老人个细细念哦，所以莫怪足侪少年人感觉足烦的。这个龙啊吼，一日到疑神疑鬼的，怀疑啥？怀疑囝儿逝世，干那想要爱伊的钱，无爱伊的人啊！不是哦，拢当厝来甲看，其实是咧假好衰啦。连伊的家后吼，因某啦，桃啊，甲伊的舅啊吼，叫做树头啊，两个斗空，想要叫伊转去若卖土地，佮叫因派人咧甲监视。落尾，龙啊吼，拜托人再去派出所。想要报案嘛吼？你偷看，你会感觉真复杂，毋知影讲咧讲啥，吼！你来看到尾仔才知影，就是即个老人读下来想诶代志，
甲伊现实的环境的对比无共，就对冲突也使讲安尼吼。这主要是咧写讲即个老人开始老翻灯的时阵，伊头壳内是安怎想法？这是半是我做医生应付老人即个经验所观察到的，甲写出来。真古怪，就是真奇怪的意思。毋过，迄个古怪的古，拢写古甲鼻的古迄个古呢是照用字啦，照音的字。其实真正的字嘛是真奇怪的意思。真奇怪是安那会用读做真古怪呢？咱即马举一个例，牙机来记茶，腔口差有讲牙姑来顾茶，这是腔口差。煮鱼嘛有人讲做煮鱼，鱼泉州音嘛讲做鱼，伊甲有的差别。像讲猪肉讲做猪肉，会晓算袂晓除，这个除了什么以外，嘛会用讲做除了什么以外，像这呢。腔口差有真济个，还有一种呢是交破音，可比讲公司的司，公司的司机咧驶车，公司的司甲司机的司共一字，但是伊会用读做伊，会用读做有，司面的文书，司面的司，文书的书，拢共一字，但是伊的音就无共款啦。咱台湾人会伫迄个无共款的场合，偏偏即字共款意思会读做两种音，伊甲有，这个真奇怪，讲做真古怪，其实嘛是即种意思啦。我阁举一个，这个伊甲有是真特别的台语常常用的形容词的语声词，还是语态词咧用的，可比讲伊甲有安那呢？即马头前甲加一个声头波落，波伊比，波有布，比比布布，破伊皮，破有铺，皮皮噗噗，特伊踢，特有突，踢踢突突，乐伊哩，乐有噜，哩哩噜噜，歌伊基，歌有咕，叽叽咕咕，可伊起，可有哭，起起哭哭。喝一嘻，喝呜呼，嘻嘻呼呼；吱一叽，吱呜猪，叽叽猪猪；吃一七，吃呜出，七七楚楚；思一西，思呜苏，稀稀疏疏。这嘛是伊甲有迄真正特别的这个语声词，还是语态词咧用的出头。你敢知影龙走倒去？我哪会知？可怜，桃一早起就哭哭撞，龙又搁走出去啊！家在派出所有熟识，连伊敲电话来啊！喂，我这派出所，请问敢是林所啊？我是。恁龙又搁一个人走来遮呢？安尼哦，歹势，我即马随来去甲伊带转来吼。实在，这龙食老好命毋知惜，头壳内毋知咧想啥。咱厝边做遮久逐项上清楚。你看，迄两个大汉的做生意无闲，嘛是一礼拜就转来一摆。我问成你台北安尼一抓来回。哪有遐个时间？无时间嘛，着爱找时间。老爸一个尔。有迄个心啦，迄个查某囡仔真珠住较近伫市内，逐日来，侥幸毋知安怎，因来龙就无欢喜生气毋讲话，这你敢想有哈？迄个细汉的伫高雄食头路，若转来就请假规工甲老母斗顾，头捌讲过。
量啊有时使了袂好势，我家己一个顾无法力啊。咱毋请人较简单。都量啊袂惯势，遐个囡仔嘛袂放心。哎哟，我看迄个图啊，一个老翁笑命命，就是伊家己咧毋甘心啦。这久长病袂好袂歹，安尼拖落去，毋知会当挡偌久啊！我看龙啊的身躯也勇恰恰，手骨偌有力咧。讲一顿大碗的食一碗，会食着困头，就是干那迄粒头壳。医生讲歹去啊，或做老人戆呆症。这我看吼是加减仔讲的。即摆社会，老人愈来愈无价值。少年的若看无介意，就讲咱戆呆症，食老就是这个症头。即摆上界时行，古早阮的珍宝古宝，逐个食甲七老八老，老哭哭啊！嘛毋捌听讲倒一个有即个老人戆呆去的症头。食老安尼想，即篇小说是掠即个戆呆症的老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单类即篇小说内底写着的，确实是直接看到的即个镜头。有的医生甲即种失智症，也是讲老人戆呆症的镜头，合做三头，是讲会遮个病人会感觉讲别人拢甲偷钱，还是讲甲偷家产，那么就是讲是毋是你偷人，就是偷客兄呢，所以个合做三头。台湾渐渐高龄化，所以老大人愈来愈侪，厝里的人加减拢有即款的时代。种镜头就是精神科还是有一寡药会当控制。虽讲无法度断根，毋过嘛是会当互这镜头较慢恶化。有的人毋知影讲这是一款病症，拢甲当作是讲食老拢会有的退化，所以有的时阵会失去即种药啊控制的时机去。这篇小说除了描写这戆呆症老人的心理以外，嘛摕另外一个老人来对照。这个戆呆症的老大人隔壁住一个嘛是共缘的厝边，因为因分家产的关系，所以这个老人煞拢无人来关心照顾。这两款情景拢是高龄化的社会拢会去面对着的。这篇小说佮甲这种高龄化的一寡会拄着的代志一寡问题，拢甲写做伙，写伫这篇食老安尼想内底。伫这篇的创作内底伊用过一个，拢有两个老伙第一个老伙叫做阿良。这阿良伊一直想讲伊人失智去嘛，但是伊无感觉伊是失智，伊是敢若想讲在少年的怀查某囝后生，拢咧要甲骗钱拢咧想空想芳，拢咧甲设客，拢咧斗空拢感觉讲伊拢讨好势拢讲伊拢共党的安尼就对啦。用过即种的方式来描写一个讲困伫咱即个失智、艾滋海默即种中间的人因心内的一种，你讲是一种苦楚，还是讲一种反常，或者是讲一种该当要安怎去关心，佮关心无落来的时阵，对后生查某囝逝世等等所做成的一寡即个会使讲真苦楚的即块代志伊则佮透过另外一个老伙所以这两个老伙食老安尼想，是想讲伊是一个患者，迄个患者伊无想家己是迄个心理作用的拢讲是后生咧甲设计安尼。另外一个老伙实际上伊知影讲伊即个隔壁这花啦这透过花这个开始描写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迄量实际上是乌白想安尼就对啦。因为你著爱写伊头壳内伊想的代志，当然著用伊看到伊想的写出来，伊讲的话，伊想的代志写出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伊的查某囝、伊的某、伊的牵手所看到的代志，用这两方面来描写这个代志，两个角度就对啦。所以这个老人的立场，咱爱描写出来，这个客观的立场。第三者的立场嘛爱甲介绍出来，安尼才会当知影讲
到底即个老人是发展到什么程度，啊，会出什么款的问题出来？我看龙啊，毋是戆，嘛毋是呆，较火一出来是有影。食老加减，大家拢会啦。目睭事记得有歹气，不是厝内囥现金，遮藏遐藏，谁都袂记哩。找无都要偌人家偷摕去。主啊，甲因老母讲，阿母，莫甲伊花，现金算赔伊啦。嘛是袂得，念伊花2万，念伊花5万，一时又搁藏无去啊。量啊歹性地，这咱前古早就知影。图啊讲哦，生气都毋食药啊，安尼咧歹。迄药啊，我看是罔食，有食人较安定，总是袂长紧啦。即站伫落去遐个土地，毋食药啊，毋讲话，啊气干那一箍插头啊！家己一个七想八想，啊毋知去想着啥，煞雄雄又搁走出去啊！事实上，龙啊上袂晓做人，好咪苦咧。咱逐项放互清，放互闲，代志莫插，少年的去发落就好啊。这点伊看袂开。咱食老哦，钱无要紧，人甲家庭上要紧。恁看，亲像我阿花甲桃啊、龙啊，因病岁头，算咱的岁80出头啊，死的后生有哪无咧？唉，自因老爸阵年过身了，无一个捌转来过，啊，毋是讲住偌远呢，拢伫市内遮侥幸啊，就是互遐的钱母母害害去。因老爸去的时，留遐的财产，毋是讲少呢，大家分家伙分甲冤家，差一撮仔就相拍。即马兄弟4个，若冤仇人，无往无来，煞连老母嘛算在内啊！你甲想，打分遐的财产有啥意思？家在，咱真也好骹好手，家己会煮会食，免啊像龙啊即款。唉，讲实在的，我看派出所敲10通电话，嘛无人要来咧。伊的厝边这个阿花，看起来无直接牵连，啊，毋过吼，伊就是用第三者角度观察这个龙啊，甲因厝里的人斗阵的经过。哦，啊，伊的讲法，甲龙啊全然无共，一顿查狗笑差真济。那伊来看吼，伊是安尼，伊认为这个吼龙啊因某啊桃啊，甲这个老翁惜命命，啊遐个事势吼，嘛不止啊有效，别不时拢嘛为外埔头拼转来照顾老爸，凭这个话啊吼，伊的家庭继续幸福的，伊颠倒感觉足新鲜。啊，这个医生吼讲这个龙啊，伊的头壳歹去，啥歹去，啊，就治着老人戆呆症啊。伫即个所在的时阵，互咱感觉讲吼，单位吼，伊个艺术创作的方式，互你袂感觉讲这，伊随讲你就随知伊咧讲啥物话，毋是啊？你拢有拖咧说来说去安尼，说到尾啊，才发现哎哟，即个量啊有问题，安尼就对啦吼。啊，用即个方式来描写讲即种的失智，还是讲即个艾滋海默的现实的社会吼，开始是一个足重大的一个敢若讲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等来讲吼，拢是值得咱去好好去探讨的即种情形。食老辛苦病痛是拢会啦，
若有人来甲咱看一下，探一下头，问一声烧，问一声冷，比啥货拢搁较好啦。我遐的孙诚十个，过年时啊，咱红包包好好咧等，嘛无一个来，互咱伫遮哭哭想。实在的啦，人讲做人，钱是较轻，情是较重。我不时咧甲桃仔讲吼，恁娘啊上好命啦，桃仔就开始咧流目屎啊。我嘛知影，娘啊食老一点，甲你比有较好，无较歹。这款办事袂嫌你啦，是伊家己毋知影尔啊。就是讲吼，咱爱了解老人即个头壳内想法，特别是伊开始记忆歹去了后，还是讲伊的认知歹去了后，吼，咱爱了解伊。那你若毋知影讲伊是头壳内老去的关系吼，你会想讲，嘿，啊你不时咧嫌弃我，甲你偷地钱啥货？啊你即个人哪会变安尼？我你的查某囝，你哪会安尼？你会看即个事，准做即个事，啊会对待变做毋对去，应当爱看伊做一个病人，啊，你变做看做伊一个歹人，即个就是即个问题的所在啦。咱爱知影讲，当时伊是一个病人，啊，当时伊毋是病人，伊是歹人，歹做伙的人啦。即个差别伫遐啦。所以咱做即个老人的家庭的人吼，不时爱知影讲，嘿，伊是毋是有问题？伊毋是实在的，伊家己伊是有问题。啊，咱才袂对伊对毋对去啊。即个故事上主要就是爱互你的牵手、你的囝儿爱了解讲，即个对老人吼，即个可能性不是爱注意着。啊，若无你有当时会家己错误，你对伊的方法会毋对去嘛。阿辉，伊讲的话，即摆的社会，老人愈来愈无价值。少年的吼，若看无介意，就讲咱戆大症，食老就是即款镜头，即马上界时行。古早阮的金婆、姑婆，逐家食到七老八老，老哭哭啊，嘛捌听讲倒一个有即个老人戆呆去的镜头。啊，顶面即段话吼，虽然是小说内底的即个阿辉啊，伊的感叹。毋过，咱甲真少甲想看觅，佫有淡薄仔理路呢。敢是咱现代人的这个压力，比古早人较大，才会遇到这个老人戆呆的镜头，也是咱即摆社会甲家庭的价值观，规个拢改变，造成即款现象。这值得大家来思考看觅。无论安怎讲。对咱即马社会来讲，老人即个照顾的问题啊，是咱规个社会重要的课题，值得众人来看重。夭寿哦，咱哪会知？迄个刑事甲因共一党，拢斗空好势啊！我因啊，摕互因看，因大声骂：阿伯，你又搁家己一个走来遮？是咯，正经案件毋甲咱办，直直敲电话，主啊随着到，早都联络好啊。主啊加先。阿爹，你哪会家己走来伫遮？我毋甲因，伊心内知影，硬甲我拖转来，一入门，桃仔就咧吼。你哪会家己一个躺车骹走出去啦？因共党的拢讲共款话。随着摕药叫我食，这药我哪要甲食？食落去拄好包死的啦！啊，要破病食啥物药啊？倒毋是戆的讲。生啊、火啊，拢来啊，大头啊嘛来啊，见面歹死死，一人一句，像咧骂囡仔的。你毋通家己一个出去啦！嘛是共一句话，但即马佫较惨咯，不时对调调。甲我关伫厝内，毋互我踏出门一骹步，去到倒，对到倒，
连去便所嘛顾条条，了啊准做一级犯人款待。早暗就是早暗第一摆，因躯骹踅出来啊，现出真面目。主啊甲桃啊又搁咧讲话，愈来愈好胆，毋惊我听到。一定要赶紧处理。愈紧愈好。真啊，我的因啊已经无去啊，时间差不多啊。我毋是毋知，早晚会互因甲我处理掉去。我救命！救命！到呾已经一礼拜啊，龙也无转来，派出所也袂有电话来，夭寿哦！一大堆佣人讲闲话啊。老伙仔家己一个趟车卡出去，遮济工无转来，包是出代志啊啦！海兔啊，猪啊，一直好。实在，龙啊，毋是讲，就是做人急性铁气，真害。咱毋知影伊头壳内是咧想啥。你伫即款的情形，你要安怎处理？假使讲伊老饭店爱向用叫一个无熟悉的人来，啊，迄个厝怎签互伊？因为认为讲伊是好人，因即个朋友才是好人，啊，厝内人拢要夺伊的财产啥货，迄个厝怎转因啊，互即个朋友去？即个要安怎处理？这我毋知影讲台湾安怎处理啦。啊，若伫遮有一个较安全的手续，就是讲，第一，你爱去医生遐鉴定讲伊是有判断的能力无？伊头壳是毋是正常，会当做某款的决定，特别是财产方面的决定，还是讲对伊的医疗方面的决定？有当时啊，伊无爱去看医生啥货是毋是伊会当决定即项代志？你医生啊做即个鉴定，即个鉴定书有了后，摕去律师遐，律师甲你出一个法律证明，讲即个人医生鉴定袂当决定伊伫财产方面的代志，还是讲医疗方面的代志种，委托某人变做伊法定的委托人，由伊来决定。安尼，即个手续，安尼才会当双方拢得到保护就对了。咱遮的处理方式安尼。这是用过一个，敢若讲毋是足严重的口气，敢若讲拢是人咧斗空啊，人讲伊拢是共党的后生查某囝，拢是伫遐个设计迄种的方式，用这来描写讲即种病症实际上是一个。甲过去咱身体上的迄种病症无共款的另外一种情形。咱一般身体足清楚该当爱食啥物药啊，该当爱创啥物货，长期药啊拢是知影讲迄是啥物款明显的一个事实。你即摆变做讲一个破病了后的时阵迄个白囝、翁某等等拢。变做讲，若是无共心，变做讲互相对立，对立的时阵即个时势是知影老爸已经是不管是反常还是反正因种尽量要去救即个士大人，但是士大人无法度去敢若讲接受安尼，即种情形讲起来非常的艰苦的代志。才用过迄个用过食老安尼想，两种人拢老一种是正常的老，一种是老甲拢变款去安尼用这来某一个角度来讲，互人理解讲即个失智本身的事实。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讲我若摕出来囝儿逝世，互因甲心内即个艰苦得到一种的。虽然无伊会法啦但是总是袂讲一日到晚拢是互厝边隔壁拢感觉讲这是囝儿逝世不好啦，啥物货因为这伫迄了这伊内面咧描写诶足有意思诶，就是讲厝边隔壁咧讲话，大家拢听会着用个大声讲话，
啊，或者有病症的人讲，你看，搁咧讲互听，这样真幼稚的一种变换吼，伫无形中感觉讲吼，这是安尼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形我感觉这种的手路开始真水开安尼就对了。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什么款的滋味呢？节目说落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好，我是小美。唔知大家听故事听煞，敢会感觉讲？到底啥人讲的是真的呢？但是先呢，甲咱甲先带得公公说吼，我家己在看这个故事的时阵呢，是有这款感觉的。这就是陈雷伊厉害的所在。那听梁阿讲的，就想讲，因的囝儿是谁哪会遮过分啊？规工在孝顺伊的财产，因规家伙拢斗起来咧甲创空，伊真正是老歹命。看到上尾才摸清楚讲，原来梁这个老人呢是去得到老人的戆大症。咱即摆嘛，决心会常常听到讲咱熟悉的老人呢带这个镜头，这嘛是故事，互咱感觉悲伤的所在。咱一天一天在老，无人想要互咱的囝儿是谁负担，等等呢，佮爱对因婆婆太太惊因甲咱袂亲，才亲像梁阿因厝边老人想的安尼。不如个代志敢会亲像咱想的安尼行咧？亲像梁阿伊安尼得到戆大症，伊安怎想？敢真正像伊想的安尼咧？所以陈雷先呢，伊落即个标题叫“食老安尼想”，互我感觉呢，伊有小可在共口说，互咱感慨食老敢有法度用健康的头壳想代志咧？是远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